文德球是赢的2023年世界棒球经典比赛已经开始比赛啊，所以阮中华队头一战5比12输巴拿马，也过现场由中职啦啦队造成的这个经典女孩，带规场的观众为中华队加油的台湾式的加油声，和大联盟官网记者摩纳根的条件，伊伫这大联盟官网曝光啊，讲中华队加油声伫现场听起来，袂输是15000多人管弦乐队，巴拿马这个教练欧提兹比赛后嘛，互人问你讲，要来对抗台湾球迷热情的加油声，伊讲必须来拍拼得分，这个加油声才会安静落来。挑战这舞蹈发球员的口号，由21位中职啦啦队组经典女团青蓝白红中华队配色服装，充满活力，带领现场2万的球迷来甲中华队加油。球迷摕加油棒一直卡，甲球员斗互演。2023年世界棒球经典一组，伫咧台中洲际野球场开战，身为地主国，输人唔输天。咱台湾的加油团都互来自大联盟记者感觉真厉害。美国记者摩纳根伫咧大联盟官方网络上，啦啦队伫咧观众席顶跳舞，球迷卡加油棒，现场听起来就亲像15540个人的乐队伫咧领导客厅演奏。伊嘛伫咧家己 Twitter po 现场球迷影片，即摆经常真侪人出来看，啊那中华队首战对手巴拿马，目感受到。After you score, that intensity is going to be gone. They're going to shut up, and that's what we did. So let's score some runs so they can shut up. 即摆咱台湾的加油团庆高国歌，嘛正做特别的地处优势。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